世界各地嘅內閣佢哋開會呢，亦都係完全保密嘅，議程保密，會議內容保密，出席者佢嘅發言嘅內容保密，佢哋發言嘅傾向或者立場亦都係保密。呢個唔係淨係話可以讓通過保密可以讓出席者呢佢能夠暢所欲言，而係全世界各地政府佢嘅內閣嘅運作都係咁樣嘅。我哋喺一個透明而又問責嘅政府，但係呢，我哋係需要喺行會嘅層面呢，係維持我哋嘅保密制度。唔單止喺電視發牌嘅問題係咁樣，喺其他行會討論同埋決定嘅問題呢，都係咁樣。我哋嘅政策要公開，我哋嘅準則要公開，但係呢，我哋討論電視發牌也好，或者其他問題也好，我哋嗰個個案呢，我哋係唔能夠公開，我哋要保住呢個制度。我鄭重要求政府公開所有有關10年前呢個比賽嘅全部資料。梁振英又話：今次事件消耗自己同團隊嘅時間同精力。但係佢會開誠佈公，交代所有嘅事件資料。話改嘅就改，我想請問一下，究竟香港係法律大、政策大，抑或係特首最大？やられたら倍返しだ、やな。いいえ、10倍返しです。